大家好啊！歡迎又翻到嚟 Share 講故仔嘅時間。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一個新興名詞，叫做短鏈化。而家咧佢喺財經界咧係非常之熱嘅話題嚟噶。有好多嘅呢個中國小家電商咧，最近就有出海嘅新操作，就係短鏈化啦。好多本嚟喺珠三角開廠嘅人咧，而家咧都走咗去墨西哥開廠喎。佢咧將出口呢個北美嘅成本咧，一刀就可以斬一半噶啦。究竟佢哋點做到嘅咧？背後又收埋啲乜嘢財經邏輯咧？我哋今日就同大家拆解一下。首先咧，我相信好多觀眾都會問咩叫做短鏈化呢？大家可能聽開嘅都叫做全球化，而家咧就將佢反其道而行，喺呢個中國生產、全球銷售。一個小家電咧，從呢個珠三角出廠啦，坐船漂洋過海去到美國、歐洲，中間經過10幾次嘅轉運，成條鏈咧就拉到好長。而家咧因為呢個地緣嘅政治啦、關稅嘅上升啦，仲有疫情之後海運嘅呢個運費暴漲啦，港口有塞車嘅教訓咧，大家都唔敢再玩呢個長鏈條啦。佢哋咧而家將工廠開去靠近銷售市場嘅地方，減少咗中間嘅運輸成本啦，降低咗成本同埋風險嘅同時咧，亦都係咧可以令到咧佢嘅利潤達到咗最高。呢個就叫做短鏈化啦。有朋友都叫佢做近岸銷售。我哋舉翻個最簡單嘅例子啊，喺我哋珠三角咧，以前就最興出口小家電嘅啦。而家咧，佢哋咧亦都會出口一啲空氣炸鍋啊，或者電飯煲或者取暖器啦。但係咧，佢哋運去美國嘅市場咧，以前咧一個40尺嘅大櫃，如果由深圳港到呢個美國嘅洛杉磯咧，海運費高峰咧係要由幾千美金直接飆到去2萬美金㗎，仲要加上咧起運港啊或者係目的港嘅一個雜費啦，美國內陸嘅派送費啦，萬一遇到呢個港口嘅塞車啦，佢嘅倉租啦，同埋佢嘅滯留費咧，一日係幾百美金嘅，啲成本咧就好似滾雪球一樣咁升啊！咁大家亦都知道啦，最近更加離譜就係啦，美國對於中國嘅關稅咧係一升再升，甚至乎咧係達到咗200%嘅。所以咧一台簡簡單單普普通通嘅一個空氣炸鍋咧，而家淨係關稅咧就要攤多幾十蚊美金嘅成本啦，賣去北美咧根本係冇呢個競爭力噶。就係呢啲嘅林林總總嘅成本啦，作為一個利潤本身就好低嘅小家電廠，而家咧直接簡直就係無利可圖。為咗咧可以賺翻少少嘅利潤啦，佢哋咧就直接將呢間廠撤咗去墨西哥，亦都係為咗佢哋嘅北美市場咧做咗呢個最好嘅佈局。好多人都會問啦，點解唔選東南亞，偏偏選墨西哥呢？呢個核心只有2個字，就係近同埋位啦。第一樣當然就係地理夠近啦，學得地理嘅朋友仔當然都知啦。墨西哥臨近嘅就係美國，所以咧而家北美咧就係我哋嘅呢個小家電最大嘅海外市場之一。從前咧喺呢個中國運過去咧，海運需要28到35日，之後咧仲要轉呢個內陸嘅運輸啦。而家如果喺墨西哥設廠，喺本地組裝好嘅小家電啦，走陸運咧去呢個美國嘅各大城市咧，最快幾日就到噶啦，運費直接大縮水啊！而家咧其實好簡單嘅啫，一啲核心嘅零部件咧就喺中國寄過去，因為佢哋體積小，所以運費都會好低啦，然之後喺墨西哥當地咧進行呢個組裝啦，之後再去發售咧，所有嘅呢啲運輸成本咧，其實係足足賺咗一半噶，只要50美金咧就可以令到呢個小家電咧成功喺北美市場度做銷售噶啦。第二樣咧就係關稅優惠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美墨加嘅協定入邊咧，只要符合呢個原產地嘅規則咧，由墨西哥出口到呢個美國嘅呢個產品咧，基本上邏輯上可以話咧係零關稅噶。對比於咧喺中國直運過去咧，簡直就係天同地比啊！就以可以為例啊，其實可以咧喺墨西哥咧都有工廠㗎。咁自從咧由墨西哥出口到美國之後咧，事實上咧佢嘅關稅由22%美金咧降到0%美金啊，因為佢符合咗原產地規則，亦都係咁講啦，可以咧將呢個雪櫃咧佢嘅呢個利率咧係變成咗由65%啦提升到78%㗎。而家墨西哥咧對美出口嘅有效關稅嘅稅率咧只有4.7%啦，遠遠低過全球嘅平均值。我哋嘅小家電廠咧，如果去到墨西哥開廠咧，簡直就啱啱好踩中咗呢一個窪地啊！喺墨西哥開廠當然唔係淨係得好處冇壞處啦，亦都冇想象中咁簡單啦。首先就係產業鏈配套嘅問題，點解要喺珠三角設廠啊？就係因為咩都齊晒啊嘛，無論係上游定係下游，無論係由製作到係銷售，其實咧我哋嘅珠三角咧係非常之完善噶啦，而且咧效率仲好高添。但係墨西哥嘅製造業配套咧就遠遠不如我哋中國啦，好多核心嘅一個零部件啦，例如我哋講嘅一啲比較變頻嘅模塊啦，或者係啲溫控器咧喺墨西哥係做唔出嚟㗎，所以咧我啱啱都提到咧要喺中國呢邊寄過去，不過都好彩佢哋比較細啦，所以佢哋嘅一啲運費都比較低啦，亦都係咧可以控制到呢個成本㗎。
咁其次咧，我哋亦都講到位啦。雖然美墨加嘅呢個協議咧非常非常之好啊，但係亦都係非常之嚴格㗎。你唔好以為咧，只要符合咗原產地嘅規則咧，就可以咧完全咁零關稅啊。佢咧要求嘅係本地嘅價值增值率咧要達到75%以上。簡單啲嚟講，就係一台小家電嘅原材料啦、加工費啦，75%以上咧都要喺北美地區完成咧，先叫做符合呢個原產地規則㗎。仲要慢慢搭建本地嘅供應鏈啦，譬如話你要喺墨西哥啦揾到呢個我哋講嘅塑料廠啦、五金廠啦去合作啦，一步步咁提高咗咧呢個小家電廠咧喺本地即係墨西哥當地採購嘅呢個比例啦，先可以咧真正享受到呢個政策嘅紅利㗎。最後啦，當然就係運營嘅問題啦。我哋啱啱都提到啦，其實珠三角咧作為呢個中小家電嘅呢個製造咧都非常之成熟㗎啦，無論係人力啦定係物力咧都非常之完善。但喺墨西哥咧而家簡直可以話係從頭嚟過啊！佢嘅人工成本咧雖然比美國低，但係都係比珠三角高幾多㗎。而且咧前期仲要重新搭過一啲廠房啦，重新咁樣去製造一啲設備啦，係要投入唔少嘅資金㗎，唔係好多細廠咧隨便去就可以㗎啦。講完晒挑戰同埋紅利啦，最後再同大家講下咧，墨西哥設廠呢個操作咧，背後反映嘅係全球供應鏈嘅一個大嘅趨勢啦。好多人會覺得供應鏈嘅短鏈化係咪全球化倒退呢？其實唔係㗎，反而係咧更加務實嘅全球化。以前嘅全球化咧，我哋只會話喺呢個成本最低啦，人工低，我哋就會去嗰度，然之後原材料平，我哋就會去嗰度。而家更加講嘅係韌性，既要呢個成本低，亦都要風險少，仲要係供貨比較穩。我哋嘅中國小家電產業咧，其實喺世界咧真係名列前茅，甚至可以話數一數二㗎。好多嘅一啲小家電咧，亦都係遠銷咗多個國家㗎。但係以前嘅出海，大部分係賣貨，將啲產品做好，之後運出去就好啦。而家嘅出海咧已經升級到建廠啦，無論係墨西哥、東南亞或者歐洲，搞本地化嘅生產、本地化嘅供應鏈，從中國生產全球賣變成全球生產本地賣。呢個講明嘅就係我哋中國嘅小家電咧，已經唔再係靠拼價錢、拼成本啦，而係靠拼格局、拼供應鏈嘅管理。呢個亦都係一個全球化嘅一個體驗嚟㗎。我哋講咗咁多啦，如果對大家嘅啟示咧，有一個小小嘅 tips 嘅，就係如果大家最近咧，亦都係想睇一啲家電嘅外貿股咧，不妨多啲留意下有海外工廠嘅呢啲股。好明顯咧，佢哋唔單止有雄厚嘅財力啦，亦都有非常之長遠嘅眼光㗎。有好多時候咧，佢哋嘅抗風險能力咧，會比嗰啲只靠中國直運嘅企業好好多㗎。咁當然啦，我哋唔會推薦任何嘅股票俾到大家啦，但係大家咧亦都可以考慮下咧，有呢啲眼光嘅廠咧，喺面對全球化嘅挑戰嘅時候咧，無疑係更加有用嘅。咁好啦，今期咧就差唔多啦，亦都好多謝大家咧一直支持我哋。如果你有咩想傾嘅話題，可以喺下邊留言。如果我哋見到咧，亦都會同大家一齊溝通一下噶。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